主后2023年3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信，故我知。圣经咱做来听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18节。着谨慎，毋通为着要互人看，才故意伫人的面前展恁的敬虔，安尼做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。所以，你真济时，毋通先分喇叭报人知，亲像假好的人伫会堂甲街路安尼做，爱互人学乐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到因的报赏啦。你真济时，毋通互你的倒手知正手的所做，互你通点点仔真济，点点仔伫看你的爸会甲你报赏。恁祈祷时，毋通亲像假好的人，因为因爱互人看，故意徛伫会堂也是路口祈祷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到报赏啦。你祈祷时，就入去房间内，关门，互你点点仔伫看会爸求，安尼点点仔伫看你的爸会甲你报赏。恁祈祷时，毋通亲像外邦人讲了搁讲，因为因想讲较济话，上帝才会听见。恁毋通甲因相款，因为还未求以前，恁的爸已经知恁的需要。所以，恁着安尼祈祷：阮的天父，愿你的圣名受尊重，愿你施行主权，愿你的旨意实现，伫地上亲像伫天顶。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，求你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炼，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。恁若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；恁若无赦免人，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。恁禁食的时，毋通亲像假好的人，忧头甲面，因为因故意互面歹看，爱互人看出因得禁食。以上，我信，故我知。攀登天国高峰的过程，毋仅是属灵耐力的考验，上时阵需要面对生命里真济无必要的包袱。伫攀爬的旅途中，咱需要对上帝的眼光来找出生命中着扼杀的累赘物。耶稣伫山上宝训的教导，就亲像坐飞机出入境的时，检查行李的扫描仪器，通检测出行李内面究竟缀啥物，查出无法度带入天国的物件，确保咱通顺利进入上帝的国度。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18节，耶稣讲到3个实践信仰的课题：施舍、祈祷、禁食。详细观察这3段无共的主题经文，通发现出几个同样的关键字，毋通亲像偽善的人，挑剔过隐密中。这个字句意有所指，提醒基督的军队者必须真实面对家己的性命。咱袂当靠着伪装的外表，也是行为，互人掠做咱的信仰纯正高贵。因为假的终其尾也袂变做是真的。真正的信仰是对心底发出善念，对内心发出对真理的渴望，像试要对生活中的小细节
做起。安尼做的动机是为着要互上帝看见，毋是挑地个互人看见。甲咱说，活出信仰是为着要得到伫阮目中做代志的上帝的肯定和奖赏，毋是为着要得到人的掌声。问题是，活伫即个杂声喧哗的社会，真侪人总是借着互看见来展现家己的存在感。伫网络世界里，真侪人借着传相片、撰写文章来愈存在感。真侪政治人物也经常借着制作话题来博取声量，提高家己的知名度。互人看见减毋好，这是真侪人无法度摆脱的迷思。总是耶稣进一步邀请有心群对伊的人，伫上帝面前真实面对家己。群对主的人，爱试看对上帝眼光来看家己，毋是一直追逐世间人的眼光和掌声。即使袂记得家己是啥人，袂记得家己的存在是为着要荣光上帝。有一位知名的网红，捌伫网络发表一集，主题是“我为什么毋信基督教”的报客节目，一时间引发真侪关注和讨论。自细汉伫基督教家庭大汉，阁有长时间参与伫教会生活的囡仔，为什么会伫读研究所的时阵，毅然决定离开基督信仰？伫节目中，伊讲出离开教会的原因，其中一个是教会框内底典式性的行为伤济啊。伫教会中，的确有袂少人并无清楚家己伫信什么，也无真实活出基督信仰，只是追求表面化的宗教，也是伪装作是基督徒的样相。这就亲像披着羊毛的龙同款。这种信仰并袂当吸引人，也无法度满足人的属灵渴望。信仰是咱的内在生命甲天父上帝的真实互动。虽然咱袂当看见上帝，却会当借着外在行为，互信仰自然地流露出来。你讲是无？默想。我认识所信的主，阁有活出所信的真理无？我认捌我所信的主，阁活出所信的真理啊无？做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你创造我，阁借着你的独生疼囝耶稣基督救赎我，互我通因为你的话语，看见家己生命真实的样貌。求你帮助我勇敢面对家己的生命，完全拍开家己的心，无虚伪的面躯，成做我甲你中间的界限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